这个中华的鹿港外海边啊，这个季节正适合来放风吹。鹿港小镇嘛邀请到全国的歌手，11月24来鹿港来放风吹，啊，各种无共款的风吹早起嘛先放互大家欣赏。一把光笑长的风吹飞起来，串联数十个百合花架一头花造型的风吹，若是真长，重量嘛无轻，要互伊飞悬起来，需要不巧的技术。 现在要掉的话，我就往后拉。如果它要吃到力量，那我就慢慢往前走，让它慢慢放线。佮有伫空中展开训练是队伍的特技的风吹，咧操控的3人小组去过韩国比赛，摕到冠军。风吹飞的速度非常紧，互人看到目睭拢无腻。跟彰滨工业区里面一些空地还不错，因为彰滨工业区它靠近海边，它的风会很稳。 另外，这个航海与风吹，互天空变成是美丽的大海。比咧钓鱼啊，更加精彩。安怎讲？因为这拉力哦足强的啊。中华鹿港外海边，秋冬是吹东北季风，举办风吹节，组织全国风吹歌手展现特技，还有各种金牌造型的风吹，有2站楼悬、真古锥的梅花鹿气球风吹，以及充满古乐春节喜气洋洋的春联风吹，要伫24礼拜日东港，互大家大开眼界。